是啊，拜托你甲答唔甲我讲啦。讲我已经想2天啊，拜托你甲我讲啦。 4天嘛讲，哎呦，我叫要掠讲，我头当掠到要了，你知我落了了，唔掠甲你生啥某我嘛唔管，啊看就知影啊，嘛。看啥？全家有地位啊！啊，全家有地位。有一句俗言咧讲：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较饱。请问是安怎初三会使困较饱咧？初一爱去共拜年嘛，嘿，啊，初二等于拜年，初三就困好饱就对啦，无代志做，即讲你会看电视无代志做嘛？无代志做。我是感觉叫第一名来。你好啦，你用台语回答 A 还是 B？ 哎 A 啥？书本界玩家。初二早，初三困较饱，初四祭神，初五过开，初六养肥。所以迄个初三迄天，伫古早伊是叫做赤口日，赤就是红色迄个赤，赤肉的赤。啊，你有一寡音叫做赤狗日，啊狗啊嘛是较会甲人冤家安尼，所以迄天就惊讲出去甲人见甲安尼规个面反红，也是讲甲人安尼吠来吠去吼。可来是迄天。 听讲迄个传说内底是讲鸟鼠啊要带新娘，啊，就是讲紧来大家紧困哦，爱困到饱，唔好去甲鸟鼠啊吵着，人要带新娘，就是分互遮的迄个前生啊，因会当一寡生路安尼。